夜晚行到萬景樓，燈光慢慢勾出樓身輪廓，嗰種古意唔係嘈吵，而係一種好靜嘅存在感。我第一眼望見萬景樓，唔係覺得佢好宏偉，而係覺得佢好有故事，好似一棟守住舊時光嘅樓。周圍嘅荷塘同樹影都好配合夜色，水面反映住微光，風一吹，成個畫面靜得嚟又好有生命力。行近少少睇，先至發現飛檐、樓閣同牆身層次都好立體，啲燈一照，即刻變咗一幅新上色嘅古典畫。佢嘅夜景最靚嘅位，就係唔靠浮誇，而係靠光影、層次同氣氛，就咁樣帶我入去另一個時間空間。有時覺得呢類古風建築最好夜晚嚟睇，因為一着燈，呢度就多咗一層詩意同情緒。呢度唔單止適合打卡，仲好適合行一圈，諗一諗，因為呢個地方真係有令人沉澱落嚟嘅力量。呢種古意唔係做出嚟俾人睇咁簡單，真係會影響你嘅情緒，由急促變平靜，由外放變內斂。對我嚟講，今次嘅夜遊係一次好輕鬆嘅心情調整，靜靜咁樣將平時唔開心嘅嘢放低。要用一句去形容今晚，我會話萬景樓唔係最熱鬧嘅地方，但佢絕對係一個夜晚慢慢感受嘅地方。